the road. Trailer for sailoring. Trailer for. 今日咧又係一個好 relax， 我好中意嘅一個地方。其實我都想講，有冇試過失眠咧？咁我咧其實係一個咧長期失眠嘅人，之前係一個長期失眠嘅人。咁我喺大約我諗下20年前度咧，我就係開始食安眠藥嘅。我食安眠藥瞓覺。咁當然以前知識唔夠多啦，總之係知道唔係咁好，但係最緊要咩快啊嘛。因為第二日翻工嘅時候咧，我希望又係精神滿滿咁樣翻工。咁當然啦，食完安眠藥好快入眠啦，但係第二日都唔會精神滿滿咯。咁但係都好過瞓唔到覺，係啦，因為咧就係一個困擾嚟嘅咁樣樣。咁當然喺10年前咧，發覺個人真係唔掂喎咁樣樣，我就將個份量咧就減少啦，就最後就變咗成半粒。或者你有食就等於冇食咁樣樣就啱啦，但係我唔食咧又好似咧就爭咁啲，咁於是咧期間咧我就會食一啲健康嘅產品嘅，例如褪黑激素啊咁樣諸如此類啦，食一啲近期都會比較興啦，食一啲安眠嘅啫喱糖啊咁樣樣，好似都幾得嘅，可能有年紀大咗。咁少少嘢都覺得好眼瞓。咁好啦，咁同朋友講開，我係搞唔掂咯，點樣可以斷咗佢咧？咁樣，咁佢就同我講啦，呢樣其實唔關你事，呢樣咧其實就係因為交叉神經嘅問題，係我咁深嘅，佢話咁乜即係其實識唔到掣咁解咯，咁樣，咁我又係喎，咁好多人都有識唔到掣呢樣嘢。咁於是我話咁點咧？咁就實際啲，咁點咧？咁樣，當然啦，亦都係我唔會食安眠藥啦，係啦，咁咧就要尋找一種方法，甚至乎希望可以代替安眠藥嘅方法。除咗即係你自己一向嗰啲靜心啊，或者關手機啊、飲牛奶之外咧，其實咧我都係選擇一啲咧天然嘅產品咧，讓自己咧幫助自己入睡，睡得好啲，或者增加我哋有個深度睡眠嘅一個機會嘅咁樣，係啦，其實講到呢度，你哋都知道，我一定係有啲好嘢介紹俾大家。不過未講呢樣嘢之前咧，我唔知係咪同個宇宙咧發揮咗呢一個咁嘅信息啦嚇。咁呢近排咧就好特別，我識咗好多研究呢方面嘅專家或者一啲供應商咁樣，又識到一啲咧教呢個精神健康嘅老師。又識得一啲咧係做禪茶嘅老師，咁我都好開心喎！即係可能即係宇宙咧，真係聽到我嘅呼喚。咁喺呢方面咧，喺近呢幾個月咧，我真係學到好多關於咧點樣安靜，點樣可以咧修煉身心嘅事。咁嚟緊將會嘅時間咧，我都會學打坐喎，去學禪坐。咁呢個都係我咁多年嚟咧都好想去做嘅一件事。咁就遲啲又同大家分享啦。遲啲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乜嘢係禪茶。我有一日咧有幸咧就去一個朋友嘅一個地方啦，咁樣咧就係同佢咧品嚐咗一杯咧茶湯，係啦，一杯好特別嘅茶湯。如果你特別係中意呢一飯嘅咧，我邀請大家啦，下次有機會咧，我會播呢條片出嚟咧，大家可以不妨係同我哋一齊咧靜心去品一杯茶，品一支香咁樣，我覺得係一件咧非常之舒服優雅、賞心樂事嘅事，成個人咧都提升晒。當日你嘅煩惱咧，你會因為呢一服湯啦、茶湯，或者品呢一支香嘅時候咧，你覺得有個雙重嘅享受嘅同時咧，你可以感受當下，感受自己。乜嘢叫當下？嗰一刻你感受嘅一切。我係一個咧實驗嘅，即係一個體驗者啦嚇。我成日覺得講係冇用嘅，行動就最實際。就好似我哋而家要拍自媒體一樣，講冇用，做啊！